你病成这个样子，怎么也出来了啊，爸爸！你不要管我，快去找你的姐姐。爸爸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去找姐姐啊。姐姐，快去啊！爸爸，你怎么了，爸爸？夫人啊，你要答应我一件事，要照顾好你姐姐，我小心心。爸爸，你答应我。我一定照顾好小星星和姐姐。夫人啊，新芳她不是你的亲姐姐，她爸爸，你怎么了，爸爸？你呀，治好你姐姐的病。爸爸。一定要把姐姐的病治好，我一定要把姐姐的病治好，我一定要把姐姐的病治好。
午反革命，妈妈没有罪，我有罪。妈妈是好人，我是特务反革命，妈妈没有罪。心儿破，脸儿破，美好的理想破。你笑我，他笑我，不知笑什么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妈妈没有罪，你们都聋了？我有罪，我有罪。我是很有才华的。是。你们不相信，我没有考上高等乐府，就因为像你们这种人太多。我交代，他是特务，太马荣坤，他女容你，太马荣坤，太马荣坤。别生爱我，总定远。黄昏日，我与你去看表演。听见吗？还是为生是我的指引啊！哦，教授，在晚霞我若一人朝阳，夜幕降临的时候，我等你。去吧，老丁啊！今子命你母亲等在门房前。你们又要对我母亲了，我母亲没有罪，我有罪。看起来他母子三人还相见。老弟，你母亲是好人，我们大家都相信她啊。妈妈是好人啊，你先回房休息去吧，休息去。王英啊，你服下汤药给安眠，来把这杯药喝下去。哎，王英，你看，呀，谁痛是我亲手写信。好了，好。你还记得你见我做的这四的字吗？姐姐，你看，这是你见我做的字。姐姐，姐姐。又是闷闷三一笔。
见来龙去脉甚容易。10年来他病中遗忘，定心事，我愿定定芙蓉边。10年来多少方法多用遍，偏不见急急的病因好观点。10年长，长10年，10年间，我此里边，纵然是再说10年没遇见，我也要去寻梦娘逍遥。送上寂寂的小星星，怎么鱼在哭啊？我没有哭，姐姐，我没有来哭。，把书包掀去卷卷。星星啊，来，坐下。卷卷问你呀，今天是不是又有人欺负你了？没有，姐姐，妈妈的病什么时候能治好啊？快了，就会好的。真的？啊，妈妈，姐姐生你的病就会好的啊。妈妈，不能怪他。小星星不怪妈妈，姐姐，妈妈没有病的时人喜欢你吗？喜欢，那是妈妈晚上让唱的哭儿哄你睡觉呢。唱着哭儿，就是你教我的。是啊，姐姐来吹笛子，你来唱好吗？好。月光哟，映在山间，夜
去吧，让他进来。哦，两兄在哪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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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举披冲锋两三杯，好叫我与子欢喜上杯。咦，你不是两兄吗？张信让他坐下。两兄，他与恰若被动吗？就他一口人。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家有子在哪里呀？这家长乃是我的家，方明平的报是丫鬟。那么他是你什么人呢？客官明星他郎气飘来，为啥他？属下。让我唱下去。哎呀，两兄啊，如今的我儿才是死啊，回避你拼做一世为你姑娘，抬起头来，让我先看看你的舌头。啊！你要看我？嗯，我要看看你。咦，不错，从今天起，不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的两兄了。你笑什么？让他坐下。两兄，姑娘，来，打马吧。张信，将他换子。哦，为啥？我看今日天也不早，让他先上院观察观察吧。好吧，你先带他去禀吧。哦，李江，你去调查一下这位女病人的来历。哎，上去，哎呀，为啥？哎，这事啊，就交给我去办吧。啊，好吧，去吧。哦。李江，哎先接他办一个寺院登记。魏医生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什么名字？祝英的。
方定定，我必须尽早治理。谁？手上枪挥我没有荆棘，自己的身体他不在意，令人体恤应调理。呀，众真体知不尽，忙到员外深苦心。李江，那个追营的半夜三更又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哦，李江，我叫张鑫去寻访他的家属，可有消息？我问过他了，他总是说不出个名堂进来。李江，你跟我来。哎，举笔从风梁山北，为辨真是真是假，从应对将计就计，时常一出留待为。梁兄，你叫我等得好苦啊！爷们，愚兄不是来了么？咦，这位不是四舅妈吗？思君，思君，梁兄，请爷们，请。
若请教是神佛谁？今日愚兄得良机，还请爷们仔细给。此意不是无凭票，全军莫作戏中人。愚兄已知你行为，得知两样道非对。旗下这颗相思怀，能保你无病无灾不死对。青花这多样，不但文言正常，而且很有知识。这是一颗巧克力。愚兄也会演戏哟。还是我使劲来吃了吧。我看你这戏呀，该收场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来这里胡闹？好，那么你就听了。民不给民还是梦，自生生一颗大药给你人，到此来只为最终定子你。我愿替他回故乡，那一天我在先生做旁听，读到他眼光欢喜所随真，谁料想旁听且叹气你为何生，带走了癫狂的平人去出境，我管不管领不履都傲慢，更一心故作姿态共虚名，为团舍心托掌心，按住掌中跨进这院门，进院门推去治疗新年局，终于定了要色宽景，到底平时虚红亭，似梦更添好记性，名利就说乱人中，方知晓你啥子也观察清苍凉，真看心为平人虚幻很我好些心。如今你是呀成才离间心，我念你荆棘丛中何时遇，是梦是假戏成真，莫是为君愿将一万分，我愿来西风西苦人憎，夜叉呀放风雨去，中呀美在天西呀三两分，数呀心相辅相成，了了一心，快与民
观察，西他同行来吞讨，惊他坦率不成交，蒙他真灵这相告。是梦啊，我有一日来恳求。从今后用佛身，常与知音人的呀什么呀？我真在这里，就在这里协助你工作，好吗？哎呀，太好了！哎呀，谢谢。怎么你又要干嘛啦？不，可是我没有介绍信啊。这药方不就是你的介绍信吗？药方司马医生，请。司马医生，我想请教你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一个失去了记忆的病人，我们又查不出他的发病原因，是否可以使用催眠疗法？是不是你记性放低评量？哎呀，你已经了解得一清二楚了。魏医生，这是新出版的 ARST 心理疗法，你拿去用吧。哎呀，太好了！魏医生，王爷是他心里晚操，一定要出去走走。哦，他为什么晚操？我问过他了，他讨厌跟男人说话呀。你先问着他，我马上就来。司马医生，还是我去吧。司马医生，这怎么行呢？我也是个医生不行。而且还是一个女医生。女医生，女医生。登酒脸红，心疼痛，眼前是梦。
伤心啊！哎，我问你呀，啊，你什么时也要位高地下公主了？啊，我是迎亲神才开放告我。哎，为啥？你现在不是无人家已经开放告我了吗？去哎呦，好啊！哎呦，你们两个人联合起来欺负我一个，你这叫是作是神？哎，要不是我，你们两个怎么会神杀？啊！现在我地泡都没吃的，反而要吃你瓜了。来好。师母啊，你来看，这是我去信访资料的访问，你看看。啊，我看已经可以了。那我们马上治疗吧。哎，吃完了。哎呀，我倒忘了，哎，等一下再吃吧。那先吃点点心吧。哦，什么好吃的东西呀、你看你的水呀！师母啊，哎，你怎么又叫人请我到圣人带好吃的东西的？这是我自己要吃的哦。哦，自己要吃的，哎，让我看看。冰棍，怎么样啊？真香。师母啊，以后我吃惯了，你回到圣人，那我不是要饿死了吗？是啊，我正在考虑为你送多少时候的点心，是半年，还是一年，还是一辈子。去你狠！夫人，趁你明天去圣人，带老丁到圣人去看一看，让他能够适应一下新生活的能力。我想再等一等。你老是等一等，老丁的病啊，只有等他们母子相见，才能检验是否真正痊愈。正因为这样，我已经派人去接丁大妈了。哦，你就这样又把我？那当然啦。好吧，那就照你的方文办。好吧，我们兵分两路，祝你成功。共同成功。李家，我请放上来。行吧，把这杯呀喝下去，喝了它啊。行吧，时不早，你该睡觉了。你看，看着这字，红笔尖。现在你想睡了，你的头好重好重，你的眼皮好深好深，闭上眼睛。好了，你该睡了。夜已经很深了，四周静悄悄的。好了，睡吧，睡吧。一。
莫轻空，天前茫茫是太空。昂水漫漫深呼吸，笔墨纤纤盛放松。
于老身边。在我身，怪不得他平前谈事先当机，你忙难领是家身，怪不得半夜姑娘接近我，她身上不你恰并家身。做的官情深重，你为我造了奇迹，费心心，你为我放弃有你不愿意，你为我啊，既然我一简单人。说
报信。为什么你有因中不清楚？曾相信是一人的，到如今这心中事情因我尽，这解铃是我谁有能？是吗？是吗？这生死只因可自省，安希望此心更清净，谁知晓？谁知晓？昨夜梦幻今朝醒，心泪痛断，昨夜我必须凝聚心里去思量，拯救自己出奇迹。放下去。韦医生，韦医生。